再来看成功人寿哦，伫2019年，甲位伫新北市邦桥结束保园区免费租予2间关系企业来使用，将伊的装潢费用搁由成功人寿来支付。检调是认为成功人寿损失1亿外，甲成功金的前董事长吴东进等17个人来做被告，以保险法的特别百姓罪哦来侦办。信后伫今仔早起7点外是裁定讲1亿交保。检出地检署面对问题是拢无回应，一直用手甲镜头砸掉咧。成功金控前董事长吴东进以被告的身份去互检调约谈，经过透明核实，其保后团交保的金额有甲1亿。会觉得自己被冤枉吗？你觉得没有责任吗？约谈的名单嘛有成功人寿社创的前总经理、不动产管理部姓罗的副总，也有技术部常理姓李的负责人等人。信后分别以100万甲200万交保。检调大动作，甲这人带到案以外，11嘛分无共路来搜查，为吴东进引导新收保险大楼等等的所在，查扣营运报表、会议记录几啊项证物。这个表出弊端，若像甲成功人寿投资起新版技术保有关系。无姓被告等17人均涉犯保险法168条之2特别背信罪，预知无姓被告等6人100万至1亿元不等之保金，其余被告则请回。检方发现讲，从2019年开始，成功人寿几个高层无互董事会知影，涉嫌甲技术保大楼租予关系企业，为大楼规划做6零主体，嘛互成功银行等等的关系企业免费来使用。吴东进甚至无因为利害关系揭开讨论，甲伊经营的健身公司嘛插旗技术保，佮追加23届工程装修。费用全部互成功人寿来付，那成功人寿的损失计共超过1亿4千万。应该是2年前就已经那个处罚了，对啊，这300万呢？那同样一件事啊，处罚不够。因为刑事的部分是那个检察官在办的，我们并没有介入。成功人寿发出重要的消息，回应这个的搜查，讲甲公司的营运无关系，对财务业务无影响。不过，规个案件伫咧几啊年前，金管会金检的时阵，就捌发现问题，迄当阵有罚300万。即马检方嘛有动作，专案以保险法特别背信罪嫌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